播放清单，右下角媒体库，右下角媒体库，然后播放清单。你看，新增加的会在最上面，73部影片。哦，它刚好有排顺序。以前好像先送上去的会在最下面，现在已经从上面排了。你看7跟8顺序可以这样调，按左边缩图，因为缩图左边有2条横线线，做数学题目等于那个符号，按缩图按住几秒钟，然后再上下移动，你看顺序就可以调整了。要进入我的频道，你的频道，然后右下角媒体库，再找到下面呢。画面有找到播放清单，再找到你要的播放清单。进来要看到影片缩图，左边要有那个2条横线，短横线等于符号，像做数学题目的等于符号。那个才有办法移动这个项目排顺序。这个从别的地方跑进来的，可能弄错了吗？也可以移除掉。现在按那个缩图，你看按几秒钟以后，移动看看可以移动了，就可以弄好了。31跳到50，等一下找看。莫汉书06，等一下看看。26是逐字念，你看有没有看到？26是全文逐字念，历史有声书版权开放，历史教学参考影片，志愿频道。那个是另外一个播放清单了。完了，从这个移除掉就好了。31跳到50，你要看到34、33，可以移动一下。按左边一点才能够移动啊，按左边一点才能移动。按左边一点，这样移动比较快。36到39。那个就有时候不顺利了。你看你有重复的，重复比较没关系，不够了要加上去。像这个缺52了，怎么会缺52？要去找看。缺了52，是不是跑到上面去了？你看你要50AB， 31到32呢？32、52都有缺呢。
这样顺序就调整了。再找个32跟50，再去从那个短片里面找到。你看52、32、52、32都有缺啊。这播放清单排列顺序啊，那可以分享。先做分享，等一下退出来去找那个做那个，你可以取得网址哦，你要复制网址，按那个箭头，向右箭头，要整个播放清单了。电影资源，但是你看这个画面，还要再操作看看才知道为什么不是我们要的那个画面呢？可能就是脸书跟 YouTube 之间还是有那个鸿沟啊，还是种种的限制啊，不容易啊。把它退出来，要到那个 YouTube 那个 YouTube Studio 工作室里面去找那个这个内容，这边要显示更多内容这里，然后按那个秀尺短片去找到那个电影资源，你只要找上传的就在下面找，然后有编号，电影资源的有编号，等一下会看到。电影研究，先上传了再下面，除非没有办法上传的，传了其他的30几的出现了，有没有看到32？按右边3个点，然后按那个编辑，有没有看到加入播放清单？加入播放清单，第一项就电影研究资源，电影主题，奥斯卡最佳影片，奥斯卡最佳影片，还有其他的隐藏起来的，名称很长，有的隐藏起来。你看，按右储存，这样就有32了，然后还要再找52。50以后就跳到哪里去了？不同时间上传。真的没有52呢，上传的就是51、53、54，上传上来的就是没有52，还是很早就上传52了。再往下找，有没有混在其他的？没有就补了。你看，电影研究资源、电影主题领域是从这边开始上传的。那么没有找到，要从影片里面去找。不容易从影片里面去找，要找很久呢。因为这个是比较早制作的了，要往下拉很久，是叫滑手机的。你看这样滑，要滑很久，除非有把它删掉，不然应该还在。
你看电影研究资源出现了，有没有看到？52了，没有上传了。52没有上传。他做上传的动作，找到影片档案，取得档名，按选取，然后更多，然后重新命名，然后来按久一点，然后全选，然后复制，要有这个标题名称，上传的时候要用按传送，左下角传送，选第二项 YouTube， 我把它建立标题这边按久一点，然后贴上，就是这样啊。这边就可以加入播放清单了。来看电影研究资源，从上传的时候就可以加入播放清单了。推荐好资源这个有问题，不要按。有试验过好多次了，都造成那个无法储存。你看这个短片很快就要上传，完成了。上传完成以后，应该不是在这里选的，应该是去看那个播放清单，进入，从那个 YouTube 的程式进去找，按媒体库，没有办法推到这个有标签的、有徽章的这个，你看，进入你的频道了啊！有没有看到播放清单？有看到第一项电影研究资源，有没有看到？然后那个以前先上传的会在最下面，现在可能改了，先上传的在上面，比较慢上传的在下面，可能是有排序的那个规则了，先的要在上面，还是后的要在上面？现在是先上传的在上面。拉美电影合集，什么叫拉美电影？现在就是要把它顺序调整。有没有看到32跟52是刚上传的？它都已经进入那个播放清单了。现在是排顺序，刚刚检查发现有漏掉的排顺序，要补上传，然后或者是找到以后加入播放清单。有的是没有加入播放清单要补，有的是没有上传，上传以后再补，然后排顺序调整顺序。你看缩图的左边有等于那个做数学题目等于那个2条横线短线，这样图才能够按住，才能够上下移动调整顺序有没有排上去了？有没有？31、32、33，这个是混在里面的。33、34、35来应该36啊，怎么6、7、8、9都没有？等一下找6、7、8、9。来52，移动，按左边要靠近那个等于符号会容易移动52。这样顺序就排好了，51、52、53，然后再补缺，发现那个36到39有缺。36到39有缺就
先找看看影片有没有上传，然后再找，有上传没有加入播放清单，找短片。这整个系列都是短片，要控制都是短片，36到39，比较早上传的就在下面，36到39。如果没有上传，要补上传哦，在这里，有没有看到36？编辑，按右边3个点，然后找编辑。有没有加入播放清单？没有加入的，所以还会缺。播放清单里面才会缺。多多勾选。这样勾了几个？2、4、6、8，不对，还有2、4、6、8、10项。也有的按电脑程式应用看看，有做过，它等一下再做，它都会列出来，从上到下。36做完37，你看播放清单，这样，刚刚有按的都列出来，很快就可以按。12项。现在那个声音是在念《易经》正式啊，《易经》啊，根据《易经》才会创造出电脑、手机、智慧型手机。证明的证，解释的是用把它拨卡电脑报读程式来逐字念那个文章。加入播放清单。加入播放清单里面，加入播放清单，一般都8个，最后来这几项都变成12个。加入播放清单，电影的一定要，编码器的、萤幕录影的，看节目、看电影的、看节目，网络影片呢？跟网络有关系的网络影片经验、艺术欣赏、网络影片经验、艺术欣赏、福利服务、电脑程式应用、学生参考资料、智库影片推荐。再做个那个学习历程档案、研究学生参考资料就可以做了。忘记了再看一次，有没有看到播放清单这一项已经有电影研究资源了，前面都要加井字号，好，然后退出来，进入那个频道了。你看，这个就是播放清单的，后来加上去的会还在下面，有没有看到6、7、8、9已经有了，36、37、38、39已经有了。看这个缩图左边有短短的符号，就可以移动了。就是这样啊，移动啊，做一个按住那个缩图，一靠近那个短横，等于那个符号而已，容易移动。按照那个阿拉伯数字顺序排列。35来36，等其他的依此类推来制作啊。